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我哋山口縣嘅旅程下集。今次係我哋第一次住星野集團界系列嘅溫泉旅館。每一間界系列嘅旅館都有提供唔同嘅文化體驗。長門呢一間呢，就係寫書法，有興趣嘅話呢，就可以攞呢啲預約木牌，木牌上邊寫住唔同嘅時間，一人一塊，喺指定嘅時間出現就可以，唔需要額外收費。有職員帶住客入房辦理 check in 手續，同埋介紹講解房間嘅設施。下晝3點後 check in。第二日嘅12點前 check out。 雪櫃入邊嘅飲品需要另外收費。2張單人床嘅房連2人組晚餐一共使咗55,000 yen， 大約係唔使3000蚊港紙。不過呢個價呢，係訂嘅時候寫明唔可以refund或者更改嘅價錢。呢個迎賓嘅紅豆餅味道就普通啦。有2款唔同嘅館內服，一款係傳統浴衣，另外一款就係衫褲分開嘅睡衣。而呢個浴衣嘅外套呢就好暖啦，就咁着住浴衣加浴衣外套行出溫泉街都唔覺得凍。浴衣嘅款式比較簡單樸素，不過就好潮咯，應該要燙下佢。有私人浴池嘅房間會比呢個房型貴大約1000蚊港幣左右。每一間星野界嘅旅館都會送唔同款式嘅 furoshiki， 即係用嚟包禮物、包飯盒嗰啲布 ，quality 都好好㗎。前往溫泉嗰條路，沿路都有瓦遮頭，唔怕落雨。中途有個叫 Travel Library 嘅休息區。有咖啡、茶提供，仲有呢款蛋餅乾係山口縣嘅手信之一。入夜之後可以自己攞呢啲電子燈籠用。溫泉外面嘅休息地方有提供冰凍嘅綠茶同埋果汁，仲有氣嘅米酒同埋雪條。長門嘅泉水 pH 值9.62，算係軟滑嗰種，但係個人覺得湯田嘅溫泉水係滑啲㗎。呢條係音順川河流遍長門呢個小鎮。河邊有竹湯又有手湯，可以同時浸手同埋腳。沿住條河有好多櫻花樹，盛開嘅時候一定係見到好多櫻花。上網睇啲相都好靚。到咗食晚飯嘅時間，每一組人都有一間半開放式嘅房間。晚餐時間可以揀5點半或者7點半。睇個 drink list， 飲品好似比較貴。叫咗一杯沙華加一支 draft beer， 2250 yen。前菜係海膽墨魚滑，跟住就係魚餃湯。食物質素算好，有心思，
擺盤又靚。炸物啱啱炸好，熱辣辣。蒸雞肉加豌豆同百合，仲有個細細嘅黃牛火鍋。呢個炸雞泡魚皮蒸飯好好食，魚皮仲有少少脆，飯又有油香，就算當時已經飽飽地都食晒成碗飯。3月中嘅天氣仲有啲凍，夜晚仲落雹添。佢嘅窗簾唔算係100% 遮晒光，但係都 OK 嘅，可以接受。我哋揀咗朝早9點鐘食早餐，有基本嘅卷蛋、燒魚、植物、yogurt。呢個雞肉味嘅味噌湯係幾好飲嘅，雞肉嫩味濃。我哋預約咗第2日嘅朝早11點寫書法，每一節有6個人參加。要自己磨墨。首先有張紙俾你練習下先，老師會再俾張線形嘅硬卡紙我哋寫字或者畫畫。我啲字真係好核突，唔好意思。酒店行出溫泉街個側門口有間 coffee shop 叫做 Akebono Cafe， 開11點至到下晝4點鐘。豆沙餅就係300 yen 一個。而 Green Tea Latte 就係500 yen 一杯。離開咗星野界場門之後，我哋就嚟到秋城區。秋城係喺1604年建造，由毛利家族喺度穩居260年。佢係日本其中一個好強嘅家族。到19世紀末，封建制度完結嘅時候，呢座城就被毀滅，只剩返城牆同埋護城河。入場費成人220 yen， 最好喺櫻花季節嘅時候到訪，因為入邊有大約500棵櫻花樹。嚟到秋城城下町，江戶時期1603年至到1867年，武士、工人、商人都係住喺秋城以東嘅城鎮。咁啱呢度有棵開咗嘅櫻花樹。呢度保留住古時武士同埋商人嘅住所，白色嘅牆身。有啲住所同埋廟宇係可以入去參觀。之後揸車落返去下關站附近一間叫 Yakiniku Dora 食燒肉。今年2025年2月新開張，價錢好合理，算係抵食。有好好嘅抽風系統，一啲都唔覺得油煙。肉嘅質素都好好，新鮮，味道同服務都唔錯，但係就好似冇寫明肉嘅來源。
一共食咗5852yen，連2杯飲品。我哋對呢間 local 嘅燒肉店評價都唔錯，大家可以試下。之後入住下關 Premium Dormy Inn， 下晝3點後 check in， 朝早11點前退房。酒店喺2010年4月開始營業，有146間房，由下關站行過嚟大約係8分鐘。雙人房連2人早餐大約係港幣890蚊。酒店可以免費代客收件，有樽裝水同埋 welcome snack 提供。每間 Dormy Inn 都會有免費拉麵做宵夜，夜晚9點半至到11點，仲有免費汽水飲。酒店天台10樓有天然溫泉大浴場同埋桑拿。浸浴後可以去休息室睇漫畫。下晝3點至到凌晨1點有免費雪糕提供，而朝頭早5點至到10點就有乳酸飲品。早餐時段係6點半至到9點半，如果訂房嘅時候冇連早餐嘅話，就要俾2300yen 一位。有地道菜式，例如炸河豚，仲有河豚粥、河豚蒸飯。仲有沙口縣出名嘅瓦片蕎麥麵，不過就唔係用真嘅瓦片。早餐算滿意，咩都有啲，仲有幾款特別嘅地道菜式。呢個旅程最後一日，我哋再嚟到塘戶市場。今次泊車喺餐廳嗰邊，用埋上次買蜂蜜時俾嘅泊車券。今日人山人海，因為壽司小食店只係喺星期5、6日同埋公眾假期開門。今日咁啱係日本嘅公眾假期。2樓有啲台，但係冇凳，可以企喺度食。啲壽司好新鮮，好好食。亦都可以坐喺天台草地度食都得。到福岡機場中途先停一停古河 SA。有好多河豚手信賣，
返香港之前食返杯雪糕先。多謝大家花時間收睇，我哋下次旅途再見，拜拜。